根据统计，咱台湾当年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过身。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当年拢会办免费的体检活动，呼吁民众爱定期来做腹肚的超音波检查，才会当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另外，基金会嘛希望民众会当捐钱来支持偏乡的免费检查。就很感谢的，很庆幸啊！我现在还站在这里的话，就是感谢那个肝病防中心，今年超了没有这个活动啊，所以我才能在这边。朋友郭先生甲伊的牵手真感动，嘛真感谢，因为因去年参加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所举办的免费体检活动，郭先生才发现讲伊肝有9公分的肿瘤，赶紧去病院接受治疗。伊讲过程就若亲像咧做梦共款，因为肝癌初期拢无镜头，医生嘛呼吁民众会当善用医疗资源，定期检查，量早发现。我们肝脏没有神经，所以我们肝脏一旦不舒服，就来不及了。除了肝癌的问题以外，肝硬化、肝包油、B 型甲 C 型的肝炎，嘛一直是台湾真接看到的肝病。不过，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台湾慢性肝病一定排除伫10大死因以外，也那肝癌嘛对癌症10大死因的第1名，降到第2名。我们有2种哈，一种是国人10大死因，这个是癌症是占第1位。那等一下在癌症，我们再分出10大癌症死因，所以我们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呢是排在国人10大死因，原来是第6位，但经过这么多年呢，慢慢一直下滑，到去年变成第11位，今年是第12位。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嘛，呼吁4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每冬拢做一摆腹肚超音波检查。也若是有 B 型甲 C 型肝炎带患者，是建议每半冬就爱做一摆腹肚超音波检查。基金会指出，国内 B 型肝炎带患者大约有160万人，慢性 C 型肝炎患者大约是40到60万人，拢是肝炎高危险族群。定期检查才会当量早治疗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斌哲台北报道。